月林大 S 去日本佚佗，所因为流感并发肺炎48岁就过身。香港欧美国家流感疫情压悬，民众若准备出国，就要赶紧注流感的疫苗。美国对初时开始，甲加拿大、墨西哥所有商品拢扣25%的关税，当然欧盟嘛有可能受到影响。学者认为这款做法有可能会引起贸易的战争，影响经济。日本机局关一大路口出现土坑，一个74岁卡车司机掉伫内底，到今又是救袂出来，而且因为管线破去，这压榨水直直流，互土坑是愈来愈大坑。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英。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艺人大 S 去日本佚佗，所传出因为流感并发肺炎，48岁就过身。咱先来关心这日本流感疫情的统计，对去年9月到今，已经有952.3万例，而且呢，伫过年前迄几天，就已经有54000例。意思是表示讲，这为着流感，可能就要4天才会发现，而且呢，主要的镜头就是嗽、流鼻，而且烧袂退，也阁有规身躯拢会痛。这流感呢是5月煞噩耗，除了接洗手、挂喙罨以外，其实注预防射是会使提悬咱的保护力。也毋过爱注意，这写资料呢，就要2礼拜才会当有效果。注疫苗，我就会通知伊莫来啊，因为拢住完啊，早起就拢住完啊。下晡3点，还未开始看诊，诊所柜台电话就接袂煞，大部分是敲电话来问讲，是不是要流感疫苗会使做？诊所门口也有真侪人伫排队，就惊过年了后，这流感的疫情会大爆发。早上我才知道有艺人因为这样，然后所以就过世，所以我想就尽快来施打。2周后要出国，所以来打流感疫苗。疫苗的部分啊，每年流感是10月开始施打这样子啊，其实到2月、3月已经是施打的尾巴了这样子啊，所以疫苗大概也已经打得差不多，几乎都打得差不多这样。民众抢注疫苗毋是无原因的，车衫团出国内艺人大 S 市议员过年期间到日本旅游，因为为着流感并发肺炎，不幸过身，享年48岁。小 S 经纪人也证实这项消息。对此，有医师讲，流感病毒甲一般感冒无同，尤其是免疫力低、慢性病才是高风险的族群，若出现一直烧袂退。无啥侪人才症状，就要赶紧向医生看，若无后续并发肺炎，致死率是真悬。流感、流行性感冒本身是病毒感染，但后续常常会引发后继的细菌或霉菌引起的肺炎，死亡率相当的高。因为疾管署下晡也赶紧召开记者会，说明国际疫情。像亚洲、欧洲加美洲这国家流感的主流病毒株拢是 A 型 H1N1，其中香港、欧洲、美国加加拿大这国家地区疫情也是有相关的情形。提醒这个出国旅游的民众，要赶紧去注射流感疫苗。亚洲的一个国家呢，目前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型别呢，都是 A 型的 H1N1。那至于欧洲也是一样，是 A 型的 H1N1。那美国呢是 H3 跟A 型的 H3N2 跟 H1N1。疾管署有估，这礼拜国内类流感就医人数也清悬，不过是不是会超过16万外人数，也继续来观察。全国内公费流感疫苗，敢若剩大约20万剂，总计有3000间医疗院所也有流感疫苗库存。民众若是有注射需求，应到疾管署官方网站去查邻近医疗院所，并且先打电话去问讲是不是也有疫苗会使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医疗的消息来看，伫高雄三民区呢，有一间诊所涉嫌伫2019年到2021年之间，趁民众来做疫苗也是抽血的时阵来伪造患者的病历，所以诈领12000块的健保费。这个月下班的意思是，互地方法院加照诈欺处罪罪来判拘役20天到120天，会当假罪2年。诊所铁门拄啊开，就有病人来报道，高雄三民区一间诊所，2019年10月到2021年6月期间，连接5位医师趁民众来做疫苗，也是抽血时，病毒发烧，也是皮肤严重不适医疗记录37笔，诈领健保费12440块。高雄地院定义以诈欺处罪罪对5个人作出判决。被告5人坦诚犯行，均无前科，且健保给付款项、业金追回等情形，分别量处拘役20日至120日不等刑期，并预支缓刑2年。然需向公库分别支付1万至6万元不等之金额。诊所内拢是等看病的民众，5位上的医师目前只剩其中1位姓陈医师在职。车上下昼已经经今日诊所无愿意回应，诊所药师是出面替医师发问哦。健保是当互你开红包互人嘿，
啊，就是后来马就讲不可以，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是诈领健保费，有一个期间呐，叫咱家己自首啦。医生收到迄张单就过去，他根本就不知道。药师认为，医师并不是调工查埔，也有民众认为无依规定登录无妥当。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要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公民团体，今仔日早起是去中选会来交10万外份的连署书。也若讲到这拿赢，也要发起罢免民进党吴思瑶甲吴派义，这封城第一阶段数量已经有达成，会赶紧去送件。反共救台湾！反共救台湾！刘焕英调解冲突，和全台湾这么带动大罢免的风潮，无分哪流拢被点名，以罢免拿赢立委为主的公民团体，初三到中选会递交第一阶段连署书，锁定国民党团总长卜坤基、书记长王宏维，再加上李元秀、叶元之、吴富庭、吕玉玲等18位拿赢立委，另外国家新理事长郭宏安总共19项。好，到这边，谢谢。民团摸到一箱一箱的连署书，展现罢免的决心。根据统计，各地民团立交的连署书总共超过10万份。周兴成强调，罢免不是拿来对抗，而是看你要选择反共保台，也是投共卖台。有人说罢免是仇恨动员，对不起，我们对病毒没有仇恨，但病毒想侵害我们，我们就必须清除病毒。这个病毒来了，尊重各种民意的表达，但是我们也希望呢，当家不到事。新年应该欣欣向荣，而不是一个欣欣向霸哦。卜坤基表示尊重民意，王宏维是担心无差别大罢免会造成国家对立。不过国民党团青年军也发动罢免，反制民进党的吴思瑶甲吴派义，目前拢达到第一阶段的条件，会赶紧送件。因为王世坚建筑的背景也被锁定罢免。那我们就把自己的本分做好，相信大家的也觉得是这样。不是仇恨式罢免王世坚，他不是应该要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让房价可以更合理吗？根据选罢法的规定，第一阶段提议期由原选区的选举人提议，人数达到原选区选举人总数1%以上；要若第二阶段连署期，连署人数要达到原选区的选举人总数10%以上。以立委罢免来看，只要伫咧60天内面完成连署，若是通过，才能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期。因为这边的罢免案是不是适用加减的选罢法？中选会表示，伫新法修正公布实施进前所提出的罢免案，依然适用修正进前的规定。若是符合的，将会转交予各地方选委会依法处理，没有差别待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国内外还有啥物款重要的大消息？咱先来关心的是开工日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是拢无到15度。另外呢，今仔日嘛是立春，气象署是预告今年春天的雨水，讲目前看起来这量会少一丝丝啦。巴拿马的总统穆尼诺做出大裁决，宣布无要继续甲中国来签一带一路的合作。伊也表示讲，这美国总统川普指控巴拿马运河有受到中国影响，即马为着要甲配合清，所以考虑要互运河技术团队甲美国直接来对话。接落来，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大消息。美国对2月初4开始，甲加拿大、甲墨西哥所有的商品拢扣25%的关税。总统川普初二搁再强调，这墨西哥甲加拿大是欠美国真侪钱，拢爱甲行转来。即马就连欧盟也有可能受到影响。或者是认为讲，这款做法有可能会引起贸易的战争，也来影响全球的经济。等于是甲北美洲的经济拢甲分割出来。美国总统川普初二暗为佛州登记华府马里兰空军基地时，佮一次强调，初时起，美国对加拿大甲墨西哥进口商品扣25%关税命令，未有伤济改变。川普指出，即马是美国的黄金时代，无要前带来任何的对战痛苦拢有价值。No, I'm not concerned. We may have short term some a little pain, and people understand that. I'm speaking with Prime Minister Trudeau tomorrow morning. And I'm also speaking with Mexico tomorrow morning, and I don't expect anything very dramatic. We put tariffs on. They owe us a lot of money, and I'm sure they're going to pay. 毋但是针对墨西哥甲加拿大川普初二的谈话，也基英国甲欧盟强调美国对英国的贸易赤字达到3000亿美金。不过，伊甲英国首相斯凯尔斗阵袂歹，应该会通解决。不过对欧盟都无遐尔简单。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we can balance out our budge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t's $350 billion deficit. So obviously something's going to take place there. 川普车里伫伊的社群平台佮发文，强调美国袂阁做公爱国家，美国无需要加拿大任何物件，若无美国大笔的补贴，加拿大都袂阁是一个会当活落来国家。若加拿大想要避免封扣25%的进口税，就爱加做美国的第51州。也会当得到更加好的军事保护。专家指出，对加拿大甲墨西哥扣25%的进口关税，会彻底转变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局面，引起的关税贸易大战，更加会影响全球的经济。公司新闻警员김平义。来看在春节期间，美国是接续发生2件空难，有美国航空的客机甲军机相撞，造成67个人死亡。目前已经确认其中55个罹难者的身份。也毋过，这调查嘛发现讲，飞行机相撞的时阵，这个高度甲塔台的记录其实是有精差的，所以目前当咧厘清原因。另外呢，嘛有一台联合航空的班机伫Houston准备要起飞进前，引燃着火，加在这旅客有随疏开，无造成任何的伤亡。当我机师下面庆祝会甲阵阵乌烟，机顶乘客拢向外口看，毋知要安怎。这架联合航空班机礼拜2早起，准备为休斯顿机场起飞去纽约的时，引燃突然各种着火，机组员当下随决定停止起飞，佮利用出推来疏散。最后机顶109人拢平安登到地面，用巴士送回航站，结束一场虚惊。也毋过，顶礼拜美国航空一架班机都无向领行军，伊准备要降落华府雷根机场的时，伫空中甲乌鹰军用直升机相撞，相向摔落附近的波特马克河中，2架飞行机顶有67人全数罹难。目前，伫咧个飞行机残骸进前已经找到55具遗体。So far, 55 victims have been positively identified from this aircraft. Or from this accident. 有专家质疑，迄当时可能是直升机偏离航线，超过200英尺限定的飞行高度，才会造成这件事故。不过初步调查发现，2架飞行機的高度數據都未核實。Data provided indicated that the CRJ was at 325 feet, plus or minus 25 feet. We also initial preliminary data right now indicates that on the tower's radar scope that was available to the controller, initial data indicates that he may have seen 200 feet. 有关当局当想要厘清安怎出现大约30公尺的落差，调查人员表示，会核对直升机乌阿巴的飞行高度资料，各将塔台数据经地化，来得到更加可靠的数据。另外一方面，2日前，火车一架医疗后送专机起飞了后，还未1分钟，就摔伫市区，造成机顶墨西哥籍乘客甲机组人员6个人，参地面车辆内1名人员死亡，也有22人受伤。有关当局指出，5名带伊受伤的人有3人情况危急，事故原因有待调查。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再来看这日本的基局关有一搭路口熊熊落落，而且出现土坑，有一个74岁卡车司机是掉伫咧内底，到今也是救袂出来。而且呢，因为这个地下管线破去，所以下闸水是直直流，或者土坑是愈来愈大坑。官方是来呼吁民众爱减少用水，有120万人生活受到影响。日本基局关北条市的一个路口，2台怪兽一直伫卡。要赶紧来清除这石头甲土沙，就伫大约1礼拜进前，1个礼拜早时的通勤时段，这路面熊熊放落去，这路面范围真大，造成一个74岁卡车的司机摔落去内底，互头就砍掉咧。当局赶紧出动怪手来抢救，想要甲卡车吊起来，不过因为地下管线破去，造成这垃圾水一直流入去，救援进度真慢，像已经第7天啊，也是无法度甲这个司机救出来。やっぱ運転席が埋もれちゃったみたいなんで、まだあれなんですか？まだ救助できてないんです。原本落落去这坑只有10公尺宽、6公尺这深，随后由管线破去，部分的路基拢冲了，出現第2坑。最後合併真做40公尺寬、15公尺深的大坑，大細相當一座奧運的游泳池。自分は本当近くの工場にいたんですけど、全く音とかもしなかったんで、特にあんなに感じ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ヘリコプターがいっぱい飛んでて、それで
ただ事じゃない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見に行ってみたら、会社からもやっぱり節水をしてくれというのは出てるので、なるべく手洗いとかは少なくはなってますよね。全当地政府已经要求护军5号自好撤离，也呼吁民众减少洗身躯甲洗衫。爱用真侪水的这活动，以免讲线漏气变甲更加严重，有计影响120万人。官方讲，由日本真接地动，一年大约发生2000到3000层讲线破气，造成路纳入去的情形。不过大多数无造成严重的伤亡。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德国伫2月23的时阵要来举办国会大选，即马上大的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刷甲极右派来合作，要来杀移民的政策，拍破政坛的惯例。这款做法是引起社会真大的反弹，有16万人是上首都的街头来抗议，烦恼因的民主风气会受到影响。7日下晡，示威群众对苏民北方来到德国联邦议会头前游行，要去上大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部，声势是愈来愈大，有超过16万人，加上汉堡、莱比锡、科隆、斯图加特这大城的示威者，总数超过22万人。因也反对基民党党魁梅尔茨甲我是红会场的票据，严厉谴责基民盟伫国会甲极右翼另类选择党的合作。Na, ich bin heute gekommen, weil ich das Gefühl habe, hier gerät mächtig was ins Rutschen und es ist gut, wenn wir uns hinstellen und das nicht nur den Parlamentariern überlassen, für unsere Demokratie einzustehen. 保守派基民盟第23即要举行的国会大选民调领先，党魁梅尔茨真有可能成做下届德国总理。伊为着争取右派选票，摕回移民主权主导权，伫国会提出限缩移民政策，并且游说争取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的支持。伫1月29通过无具有约束力，阻止边境无证外国人入境的决议，拍破这二战了后，德国政坛无甲极右派合作，被称作民主红火墙的传统。这是极右翼头一摆用伫这个国会来发挥关键影响力，引发民意强烈的不满。Richtig rechtsradikale Partei, mächtig wird in Deutschland und uns das Leben zur Hölle macht. Und auch jetzt bin ich zum Glück. 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2/3民众支持更加严格移民管理，也毋过基民盟甲极右派合作，依然达到真侪选民道德的底线。基民盟内部也意见无同。3一项更加严格反移民条款，就伫党内部分议员反对之下无过关。选前最后20天，保守派、基民加上基社党联盟支持率3成，排伫上头前。另类选择党是以2成支持率排第2，也创下新高的纪录。示威者真烦恼，选情一直趋向极右派，会损害民主开放甲多元的核心价值。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世界错落街来看，这美国的春天到底当时会来咧？其实这个问题呢，定定拢会互人提来问欢喜。逐当的2月初2就是欢喜日，民众呢会伫即天甲放出来。若准这欢喜早登去困，安尼就代表要等6礼拜的时间，春天才会来。若准这欢喜放出来，就安尼开始四季丛，安尼意思就是讲今年就是早春。也毋过，咱来看美国宾州的欢喜菲尔，伊是表示讲要搁爱等6礼拜的时间，这春天才会来。也毋过，踮纽约查克呢，煞讲这春天未来啊，无共欢喜，所有无共款的讲法，等到互活动更较趣味。Good morning. It's Punxsutawney Phil. 寒冷的冬天什么时阵结束？春天什么时阵才会来？宾州西部设定彭克斯塔维尼有名的本契菲尔，伫8年传统的年度盛事本契日有烟活动，甲大家讲。There's a shadow up here. Get ready for 6 more weeks of winter this year. 超人气本契菲尔为同系捅出头看到家己的影，表示北美的寒天无遮尔紧结束。活动中也有一句名言，讲只有我知影，各位唔通遐尔简单就相信人工智慧。Phil's never wrong about the weather. Never wrong. Today is one of the greatest days. 当年2月初2的本契日，上早是来自欧洲邮电机宾州的德的移民传至美国。1993年电影今仔日暂时停止，描写个性骄傲的电视台气象主播菲尔，奉派去宾州本契日有报气象，用不耐烦、只想要赶紧收工的态度来报。刷拄到神秘的力量，家己的日子卡伫2月初2，利用各种无同的方式经过真济的本契日了后，将其尾以专门积极正向的态度，才互本契日过去影响。
向新的一日。民众的传统活动，更加因为这部电影，当年拢更加热烈，甚至演变做其他地区也有本地舞曲春天节庆。纽约的斯坦顿岛动物园的本地，都甲菲尔的舞曲真无共。迄伫斯坦顿岛动物园的气温摄氏零下7.8度，不过真侪民众又完真热情，也好奇运气是安怎表示。有人甘愿享受寒天的美丽，也有人毋望春天的来临，用正面的态度过生活，逐工拢是好日子。公司新闻有为您编译。伫咧真寒的所在，其实咱人类的毛呢是会结冰，也毋过呢，这北极熊的毛煞犹原是蓬松。科学家就表示讲，其实呢，这就是因为北极熊因的毛有一层油来保护，无定未来这防结冰的科技会当好好运用这个原理。规身躯拢是白毛的北极熊，无论伫咧涂骹安怎过，身躯顶的毛拢袂结冰。不过研究人员家己若伫咧同款的环境，自头毛到目眉，甚至护手拢会结冰。只有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就兴趣来研究这种现象。因甲6只野生北极熊的毛摕来做研究，发现北极熊毛顶头的皮脂就是互毛袂结冰的原因。An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se hair oils, we separated them out because it's quite a complex concoction. We found a few specific components that were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n we simulated how they'd interact with ice, and we found that they were very good at repelling ice. 研究人员的报告指出，北极熊的皮脂有丰富的胆固醇、香酸甘油脂、加脂肪酸等成分，并较袂黏伫咧顶头。不过，若甲这层皮脂剃掉，北极熊的毛就变做甲人类的头毛同款。这项发现会当帮助人类研发天然防结冰的导残，来代替尽管是袂黏也毋过有毒的化学下物。It's PFAS, fluorinated compounds. They are really effective at stopping ice sticking to them. They're effective in so many parts of our life, but they are incredibly nasty. They've been dubbed forever chemicals for a reason. They last forever in the environment. So any way to kind of replace them and get around them would be ideal. 北极熊的毛顶头的油脂，互因伫咧冰顶头行的时阵较顺，互因较省力，拍打时阵较方便。这种大自然的现象，会当互人类参考研发新产品。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祝大家开工顺利。我是麦尚莹，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